再来后面就是呼高了哈，这是刚有这一步喽，有礼物可以领，但是要几点数才可以？我是多少个对了，来个再来，新人菜对，还是新人菜，讲一声，大家来吃凤梨汤，吃个水蜜汤。然后那个压力很大，声音很大对吧？压力这种声对吧？因为。 那个咱就好好适合，好好说，安尼你就上，你就听平衡化。所以咱这队的，那准备老拄话讲，准备，你就爱讲蚂蚱，咱是讲准备，对，啊，你来讲。啊，我来讲准备，你来讲。对，好，安尼好，安尼大家咱有建立这个咱共同的一个，咱讲小默契安尼吼。 所以咱这2天、3天，迄就是要回哦，咱就回复。
各位小朋友大家好啦！讲的哦，来，我先邀请到咱关怀文教哦，咱的董事哦，嘛是咱的总统府的主席哦，啊，咱的迄个客气议员议长哦，姚嘉文哦，先甲大家讲几句话，来掌声欢迎。各位小朋友、各位家长、各位工作人员、小老师、大老师，大家好。你较细声。天气足热吼，啊真，咱逐年咧办的活动，今日咧邀请校长来做演主任，啊嘛，这小老师、这大学生、大学生的姐姐哥哥吼，今日拢这侪拢来这斗相共。啊，咱家长吼，方面咧遮看啊嘛，伊咧好小朋友吼，大家努力，希望咱会顺利成功吼。多谢各位，欢迎各位吼，多谢，多谢。来掌声。小小的我来，滴滴应用常常在，冷冷嘛袂来，你来，你来，你来来来，食龟，笑嗨嗨，笑嗨嗨，往来说，往来说。好你生你求个说，认真打拼唔惊苦，往来说，往来说，笑笑笑笑。有一饼，有一饼真好食，有一饼，有一饼真出名，有一饼，有一饼叫阮。人民说好滋味，你一嘴我一嘴，愈食愈煞嘴。人民说，人民说，人民说啊，好去啦！啊好，放暑假叫做扣热，天气足热的，所以讲啊有偌久的时间放假。2个月，早就来啊，7点半就来啊。伊甲伊爸讲哦，我来这边干什么？嘿，你来遮创啥？啊，来遮要创啥？讲台语哦，哦，所以3工尽量听，尽量讲。这3工后，你一定就厉害的，嘛拢爱哦，所以校长要求你安全，啊，若放较济，咱拢有防蚊液，听喷者。哦，啊，过来，咱遮中，我讲这哦，哦，啊，安尼我是一下，好手夹啦，哦，啊，要唔捌来过无要紧哦，咱遮的点心甲饭菜拢足好食，你尽量食，但是唔好腻哦，哦，啊，个话粉，还个瓜丝，哦，咱传统的嘛有，新的嘛有，就希望咱的囡仔听加有一寡物件，上尾，困到。我讲加一句，下晡好，哦，下晡无讲到有早，哦，啊，过来再会。水哦，赞哦，北拜哟，赞。谢谢你好不亲啊亲啊，让我们再相逢。我能好像你的脸红，心流红的气流。
因为看手腕的鞋。
不要过来。国华，讲大义，国华，亲爱的讲大义。你要再吃一次吗？还是怎样？好个爱的，五条瓜。这个接起来。你从已经把那东西出来。小心哦，然后加上手真有哦。你会当用咱的话来呈现，吼，咱的话，吼，来甲伊呈现起来，吼，啊，要甲画伫倒，下晡老师会甲咱教迄个绘本，吼，要。拄则伫个即个开幕起鼓的时阵吼，恁表演了拢真好，恁表演啥你知无？唔知。恁表演对好啊！进南山预备开始。进南山，蹦几下，大家来吃蹦迪趴，食到脆脆胖胖胖。啥物个你知无？每一个人拢有机会转一家囡仔吼，因为你表演了对不对吼？我画你，好来啊，高三啊，来，进。第一个字叫成，第二个字叫齐，第三个字呢，想想看。第三个字叫好，来啊，进，能。三。用闲好，大家做用闲讲，这只咱可能叫做放弃。凤气。放弃哦，好来。啊，你会记哦，你特别爱甲你厝内甲讲叫做什么？几年级？2年。好，来，赶快问下一个，哇，咱今仔日2年的就有2年级的举手。2年级的，来2年级的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6个。做绘本，来讲这边绘本。你叫做啥物？哦，林玉莹有讲在来二号，夏油红好，第三个来夏中叶，哦，赞哦，好来，第四个李明如，来明如伫倒位？哦，明如伫遮干，你叫做啥物名？好，你。
来。你家己的迄个红仔头，果子红仔头啊变做一个迄个果子的迄个影片的一个成果。好啊，烧来问大家，这是年的天变的。厉害，牛一囝敢知影是厉害？安尼我转去好啊，莫甲我阿母讲，哦，啊，无讲我行我看见一件代志，咦，总有一个人，这个人是啥？大熊。哦，大熊，在哪边看到大熊？因为这个明天看到大熊，明天看到大熊。诶，好，而且大熊。一天过了又一天，面对我，不过是转身，好一圈，早起地啊边啊洗衫被，好事我儿啊，收百千。来2步快，1秒、2秒、3秒。只要不要动哦，可以打手开起来，开心话。好啦，来，那个困啊。好啊，大家那个困。这个乖继续。好，蹲好就好了，来蹲着。来，鼓嘞。鼓嘞。一点先哦。你们先跳起来唱。阮嘛是拜古拉丁，阮就是拜古拉丁。开始跳起来，阮就是拜古拉丁。阮嘛是拜古拉丁，健康那路比白道那水贵，相依像啊金光辉，相依嘛少妹啊对，也跳一下。摆布拉堆这样子。不是。来注意一下，你哪尴尬哦？你如果觉得说我直接画上去，比较为了底，又在回麦底，它不跳丢掉。来，我们这边辛苦，你哪家有？然后你就是2个人哈，来，再来，你们要出场的来出场。阿公，快点跟着阿公走来，来跟着阿公走，进来啊，进场啊，开始。第8条，我赶快升到3，温柔，今后。你要订话无？这边你当甲答去，安尼就好。这边无通过，无要紧对无？啊，这边你再搁订。来，搁有啥物人要看绘本的？遮有迄个进前学生仔，我学生仔来，你来摕，遮嘛有。我有作品好，各位囡仔兄、囡仔姊，大家高赞！来，目睭看我，爱讲，不是干那甲我讲。赛后吧。高高唱乐。赛后。
电脑遮来看。你的手册嘛共款摕起来你的桌顶，安咱方面甲大家加点着，就是迄个你若是。想看你要会第二天，中上再来，哇，厉害哇，上高，迄个就了了吼，A 跟 E， 你来下来就视野嘞。啊，你老爷伊安那推就是天主哦。毕业是谁啊？是你啊，好来，我不是。哇，你给各 A 各 A， 好的，安静。咱用等落好啊，这个看手，吼，等落。会用个是安怎的看手？是啥物款的看手？来，你讲。好食就甜。好食就甜的看手，好，大家。统气，你看，没有动作，很难看。我觉得他们距离有点远哦。男生中间的都没有在动，不行，很难看。谁看哎？导演讲的都没有人做，也不像我。
人咧做，天咧看。啊，啊，袂使句句的。大家好，大家好，我是台语阿骨豆，我是台语阿布豆，人咧做，人咧做，天咧看。天咧看。大家好，我是台语阿布豆，人咧做，天咧看。原来是平时的人。哎呀，大家好，大家好，我是我是台语阿骨豆，台语阿布豆，人咧做，人咧做，天咧看。天咧看。来出一个。大家好，我是台语阿布豆，人咧做，天咧看。多谢大家。多谢大家甲传音哈，多谢大家好，来。叫来看到，叫来听，叫来听，叫来好食松果甜，叫来出场第一名，赞谁啊？对对对。好，小心有那个母哈。来，这个金吼，伊讲话就是要大家会听。子莫假心，莫假红。你说我的话，你很是老灰啊，好。对，你就先扫哦，哈。叫我说，赶快很吵，好，会很吵。好，啊，歌戏嘞，歌戏你听吼，歌戏就是安那，你知道大楚国小吗？知道。不好，这个这个后面有。莫落去哦，落去会破去哦。不好，这个。对，安尼。咱就讲，这个人爱水的物件老朋友，大部分拢咧讲女生、查某的，伊是爱水的，对无？好来，还佫有无？有佫看到会影无？有啊，来这个意思。暂且待用的无奈。譬如讲，原本啊，我拢叫伊去甲我买物件，伊买了真好。叫你个放一份，你个到四种份。内底有哇，就人做伙，再可以加热。还得改，康康的，然后改凉的。嘿，对，这再黏条的，食起来再甜甜芳芳安尼。哦，你有捌看过人做？伊内底是一个那压力锅，咱厝内用的压力锅同款。你用好烧了后，内底米倒落，你捌爆米香无？嘛，那个爆那个什么玉米，让它膨胀吼，好烧了，爆开了，就变做足大粒的。啦吼，今仔来到爆米香哦，我们教你一首爆米香童谣，你们注意听哦。老师拢啊听有啊吼，一两三爆一声，爆米香，食甲喙齿香香香。所以咱内容对这句童谣里面听出讲，较早小朋友看到迄爆米香阿伯来吼，那种很高兴的心情哦，现在同学已经很难体会出来了。因为以前农村社会没有什么可以吃啊，
有米芳拿着做欢喜的哦，所以要感谢校长今天来捧伊，叫我来捧米芳给恁吃吼，来。别扎别。有没有看到？有。好。等下对，等下咧，等下过那咧哦。3、2、1，啊，个加温的啦，啊个甜的，啊个甜的。你拿，不然它会粘在一起。会连在一起，是不转要连在一起，还是要转要连在一起？要讲。哎，来，今仔同一班哦，我校长来讲好不好？哪里我错嘞？来，来，冰淇淋就好啊。那个来。挂掉哈。来，你们看。再加了几遍，你们看。来看哦，来，伊安那做，来这。来，围过来。过来。细哩细哩哦，袂使我会安尼就好，哦，看会到就好。哦，你看哦，伊即摆刚刚姜落去啊，刚刚姜落去啊，姜放进去了。姜哦，啊，你说你无叫我放掉，伊伫咧冰箱，才叫我放掉。哦，就胖呢。哦，真香诶，过来咧。那大刚食米饭哦。哇！等一下课啊，跟阿伯回家住在阿伯家里哦。每天吃米饭不用钱。好无好无？大家我们做工。哦。你来吗？阿伯讲伊家里伫花样市场叫蹦贝贝。好了。不是啦，那个手哦。结束了。就是把姜弄下来。那他等一下还要。来，边啊嚟哦，这里哦，不要黑光掉哦。来，玩具刀。对，我跟你讲哦，一个很简单的问题，这我们在切糖啊，糖果你看这样切来，大家记住了，安尼，说放弯弯的，叫做它的一个很甜甜的名字叫糖果刀。糖果。哎，以前咱们等啊切开啊，这夹多好，哎多哎呀，你若菜都白都拍用。哎，啊来安尼煮，所以它特有名字叫糖果刀。跟白去做。你要玩具刀不是就好了？糖啊。会。那你看呀，他所以你哦，我那个可爱呀，他所以你哦。我是猫的坏，然后什么？对，然后是没有，我们都是要真的，它是壳。大气气胖胖胖，你还没蹦啊？谢谢。来，好，今即阵要甲白米倒落去啊，来，好，来放起来。来，煮这边过来，过来，好，放鸡了后，伊会甲开始凉会。等一下。好，来看，会有演讲会哈。阿姨也是。罗不云，有胖不？有胖吗？有胖。现在有没有？来啊，给他挖皮哦。哦，也干的藤椒啦。就是老边筋啦。你若讲伊迄个年代啊，这是一个阿兵哥咧大所在，兵营兵出铁口对吼，阿兵哥所在，
咱较早一个观点叫做周千玉。就是咱礼拜看迄个相片迄个。嘿，迄个。咱今仔日吼要做无共嘅物件，要互你完全甲迄个 AI 物件甲它合起来。有水无？所以你就是甲你即个人，搁有甲迄个经典的即个项目，咱甲伊夹起来，即个你的即个即个场景简单的咱的方式就好啊。好，咱下到好，但嘛，你每一个人无共款的即个背景安尼啊。妈妈就讲，唔通啦，代志，你安尼家囡仔切做两边，安尼囡仔会死去啦。这个囡仔毋是我的，伊毋是我的啦，你去家囡仔保护伊啦。你去。那个要保他的妈妈。讲台语第几个？第二个，两个。两个哦。第二个，你讲几个？还对。他要说是他的孩子，然后又说要切成两半。啊，你要把，你来把玩具弄出来，玩具弄出来。来，但是那个，他第一个妈妈说那个要把它切成两段，它就死了。然后呢，第二个妈妈说它切成两段，它就会死，所以他就不想要让他的小孩死。哦，答对了，就是安尼哦。真正妈妈袂互别人去伤害伊的囡仔。轮廓比它微了，好，表示我们完成了完成啊，好，就是轮廓比微了。好，啊，再来这是啊。摆较热热的，好，人客来这个家我写互你，你等于搁写起来。客人的倒变人客摆较热热的。后日，隔了2天，这个是妈妈讲的嘛？这边妈妈讲。我要去证，画点心，喝杯啦。我要去日本证，我要去日本证，对吧？这个就是这样，我要去证，对，是安尼。还可以的，那你拿过出去了，人家就关一下。地板团做的。你如果有空的人哈，你就可以去拍照，可以2个就是镜头近一点的拍照。这个远的。我就爱你。说姐姐就爱你的呀，你就爱你的。好，对了，再来庆登山。好运1号。再来好，你太理智了。好，来用的，咱都大家做伙来，好，大家迄个面对对，大家看到，然后后壁咱的周姐姐。谢谢老大。跟周姐姐，你周嘛是？老大。你拢足够多的，你有欢喜无？有。
领礼物，领礼物咯，干那领礼物欢喜，毋是讲台语欢喜哦。都有，我有听讲恁有放地方着，甲我讲，有无？有食着。好酒老早，好酒老早。今年马仔啊，一直救我的马仔啊，我感觉足疼足疼，但是医生讲安尼才会较健康。大家天有不测风云，乐观爱乐观，欢欢喜喜过日子。我的绘本就讲到这，多谢大家。有笑好了，来嘛，好，来。我是陆一锦。以前甲以后，我要讲的故事是，我绘本，我亲手画绘本。海人甲好，无惊嘞，大家好，惊嘞阿弟。大家好，为何天？我的故事是猫虎甲和天游乐去佗。今仔日是拜四，小心一顿到厝就咧看电视，做乖啊。毋过，即马当伤惨嘞，欢喜啊！有希，来有希，你讲大家好，我是涂有希，好，来笑面面有希咱家嘅，好，来有希，请问你是你住台？鹿港哦，你住鹿港，你读啥物国校？民生国校对无？民生国校，你不要讲错，民生国校。啊，你几年的？3年的，好，3年的，好。安尼，即届你拢安怎来文化营的？妈妈在，吼，妈妈在，好。啊，你今日怎么表现？哦，鼻头的炸红嘛，好，咱来看鼻头的炸红嘛。来，咱请有希开始。好，冲哦，好，来有希，来你后大家看，来，你按过来，来，来看大家哦，好，来，好，你甲大家讲，来，
你这3天啊，伫咧文化内底，你感觉上欢喜的代志是啥？啊，你毋是来画图，你刚毋讲画图，画图，安尼画啥？画图，啊，你有学台语无？有啊，有啊。好，啊，你后一天有，后一天有做要来无？後一天有要過來無？無咯，啊無啊，無啊，無要過來哦。啊中晝食安怎？好食，啊唔知啊，唔知，好食，好食，好食。好，來咱講一聲，來鼓勵咱的呼吸，來到。好，呼吸是伊講較罕講台語，啊毋過來遮講台語安尼。對，你去，啊伊來遮畫圖，啊伊來遮逐工做乖的，吼，有伊就逐工做乖的，吼，好，來，有伊是咱的即個算上細漢的小朋友安尼，吼，好，來，安尼後一個，來後一個，啥物人？來，咱的無偏好。来，香港你手做什么名？你甲大家讲。哇，无偏哦，无偏啊，无偏你是倒位的人？新港哦，是台中的新港、中华的新港、昆明的新港，还是家己的新港？哦，中华的新港哦。啊，你读什么国校？新港国小。啊，你新港国小几年？5年的。啊，你平常时你上大的兴趣是啥？拍篮球，哎，我甲上拍篮球。同学，啊，拢去倒位拍？运動場，運動場好，運動場好。安尼，你伫咧即3天印象上深的是啥？哦，做伙啊，做伙印象上深。啊，其他的唱歌啦，跳啦。哦，袂要緊。安尼，你今日要甲大家分享啥物？哦，保养的冠军无好，安尼咱即摆来听，即个咱的即个莫显讲保养的冠军无，好来，请莫显开始。哦，好，咱甲咱的无显拍鼓啊，鼓励。无显我问你哦，无显你拢啥物人带你来赢队的？阿嬷哦，拢阿嬷带你过来，阿嬷敢会讲带你参加童军？嘿哦，你童军你拢学啥？啊是你是来童军嘛学台语？唔知啊。哦，安尼，我问你哦，安尼问你，安尼你敢有啥物话要甲阿嬷讲？啊无哦，毋知哦，你种无要阿嬷今仔无下骹，无要甲阿嬷讲一个，讲阿嬷我爱你。哦，是哦，啊你较笑嘞，阿嬷我爱你。救命！嘿，阿嬷我爱你，救命！来个你看，阿嬷我爱你。救命！好，安尼阿嬷，同样起来阿嬷等下看着吼。好，安尼咱多谢咱的莫显拍鼓啊，甲鼓励。好，咱转落来后一位同学。好，后一位同学，这个国水是啥物人？国水的，家己出来国水。好，后一位是国水的。来，讲这你叫什么名？来，土文勇。来，文勇你是倒位啦？宜林人哦。你平常是上大兴趣是啥？甲课外算术。甲课外算术，课外算是你啥物人？妹妹。妹妹哦。妹妹甲你今年拢，你甲你平济岁啊？你今年几岁？10岁。你今年几年？
4年哦，4年好。啊，你今日要甲大家分享什么？大城的西瓜哦，好。来，安尼，咱请咱的文勇来甲大家分享这个大城的西瓜，好。好，咱拍鼓啊，来鼓励咱的文勇。文勇，我要问你哦，文勇请问你啊，你第几年来咱的文化呀？唔知。啊，唔知，哎，妹妹来提示。第几年？第3年哦，第3年好。啊，第4年啊。第4年啊。那不是3年啊，第4年。好，容易。好，安尼问你哦。你这个啥？你伫个这3天课程内底啊，你感觉你上有兴趣啥？上有兴趣？会啊，啊，你用 AI 做啥？啊，你哈歌哦？啊，你第一感敢毋是 AI 搁找啥物物件？啊，你看有你找啥物？逢甲夜市哦。呀。啊，是啊，是阮真济哦。啊，你来遮敢有啥物好朋友？伊是啥？文金哦，文金。啊，来遮甲好朋友做佚佗，啊，你后摆敢要搁来？唔知哦，唔知哦。好。啊，你有啥物话要甲妈妈讲？妈妈，我之前拢妈妈做伊啦。唔知。唔知，啊，要甲爸爸讲啥？要甲妈妈讲，甲爸爸讲，要讲啥物？唔知。啊，你讲多谢，我爱你哦。你来讲一个啦，讲一个啦。好啦，你讲多谢阿爸阿母。我爱你。我爱你，我爱你，我爱你，来，我爱你。救命！好啦，救命一个啊，救命！哎，妈妈伫咧遐，啊，你救命一个，你甲救命一个啊，来，救命！啊，你无讲救命，救命！好啦，好，来，好，来多谢咱的文勇，好，拍鼓啊，来多谢文勇，好，咱后一位，啊，这位是咱的班长，这3天，咱上气质甲运用的班长，好，来班长，请问你叫做什么名？蔡元琪，吼，元琪，请问你是倒位的人？彰化人，啊，听讲你当种土豆哦。迄是阮阿嬷伊家。你阿嬷？哦，你阿嬷，好，啊，你阿嬷住喺倒？北港。啊，所以你都会等于北港甲你阿嬷做伙捡土豆。有时阵。啊，你感觉捡土豆较好耍，还是来文化营较好耍？来文化营。哦，是哦，好。来文化也好好耍，甲阿嬷捡土豆好好耍嘛。到啥物时阵？是哦，中大时阵无。好，啊，你感觉讲啊，来这个文化营，你敢有较熟悉咱？因为你是北中华的人嘛，对无？啊，你敢有较熟悉南中华？南中华就是讲园林会搁下骹的，南中华。比如讲宝岛啊，就你知影宝岛啊，你知影宜林嘛，对无？啊，你会较有熟悉宜林人啊？啊，咱宜林人是啥物人？你讲一下。迄两位妹妹对无？啊，你有啥物要甲伊讲？是西南中华的人，啊，我嘛是南中华的人呢。啊，你有啥物要甲我讲？啊，无哦，我做伤心的。哦，好啦，安尼，你这3天内底啊，互你感觉上欢喜的是啥？熟悉新的朋友，对无？哦，啊，新的朋友叫做啥名？君雄，哦，好，安尼等下跟你小介绍你的新的朋友，哦，好，安尼你今日跟小介绍你，等下小介绍一下吼，来，你要麻油哦，倒位麻油，电中的麻油，好，来，安尼，咱即摆来听
关于来小带田中的麻油，来。田中是阮的名，麻油芳芳是有影，料理出食来做盘有加故事，来到答。好，来，发布啊，多个关于，再来，关于安尼个小代志啊，你个好朋友啊，你个小代志，比如讲吼，伊中昼顿拢上爱食啥呢？安尼咱即三工食做无共款，对无？啊，伊中昼顿拢食济啊食少，你讲一个小代志。嘿啊，无你就熟悉就熟悉啊，来就来啊，对无？来。啊是讲，伊平常时拢甲你讲啥物话题啊，对无？拢讲啥，对无？来，你讲。一个啦，哎，有啥物袂当互别个讲知？毋知啊？啊，你想要甲伊讲啥？系啊，甲伊讲啊，是啥物？希望后摆佫会当遇到。哦，希望后摆佫会当拄着伊哦。爱看伊讲啊，爱歹势安尼，对，爱看伊讲啊，咱希望后摆当拄着伊。有听着？啊，你看伊讲啊，安尼较有迄个，咱讲，咱早毋甲你教讲心意食水甜对无？安尼较有心意的啊。来，你讲一个。希望后摆佫会当拄着伊啊。拄着你，咪拄着伊，拄着你，你对伊讲的啊，对啊。好，好，安尼你佫有啥物话要甲咱今仔日即队的大家讲？啊，多谢大家一。多谢大家。好，来，咱多谢咱的关系。咱的班长，吼，咱即三工关系甲咱做足济，咱的即个带领大家即个工课哦，吼，咱的关系好。来，后一位，嘛是咱优秀的咯。好，来，咱的课程当中，拢嘛真尽心嘛，吼，真认真。好，是咱的啥物人呢？来，你叫做啥物名？苏宇宙，好，宇宙小问你是倒位人？彰化市的人，你啥物学校的？南贵国小吼，啊几年？5年的。啊，想要请问你哦，南贵国小啊，拢平常时啊拢啥物人？你前2工啥物人带你过来？阿母吼，啊，你感觉即3工啊，啥物活动哦？你感觉讲做有修行的？丰收啦，你感觉学着足济 AI 啊，你先摆句，好 AI，好，啊你学着 AI 是啥物？啊，做啥物？你爱拄咧讲，无声。影片甲一张图变做影片对无？吼，即阵老师有甲大家教对无？安尼，若后摆搁互伊选，你敢会搁想要来 AI 一组？啊好啦，袂紧张，卖紧张。好，安尼你今日要介绍啥？啊，来，你对较大声。湾林的咸酸甜，好，湾林的咸酸甜来，咱来看湾林的咸酸甜来。好，咱拖车来，咱感谢咱的宇宙，好，宇宙哥，我讲问你，我要讲问你，我想要请问你哦，你讲过去伫满山边嘛对无？安尼你上介意食倒一项果子？果子，咱即3工嘛学着做一款果子名啊，第一名对无？来，你草鱼哦，草鱼，草鱼，还佫有啥？山野加草鱼，好，山野加草鱼，好，各位小朋友，你嘛足介意食山野的野手，好嘛，足济，啊，你足介意食即个草鱼的野手，草莓草鱼，啊，我无介意，安尼有要紧，我嘛足介意食草鱼的，啊是哦，有哦，迄个无很好，草鱼，草鱼嘛伫咧鸡卵糕顶的。好，啊，你有想要甲即3工比较拄着，大家讲啥物无？好，
啊若无你就讲多谢大家，多谢大家，爱再讲一句来，期待再相会。好，安尼好，咱多谢咱的宇宙泡泡啊。好，过来是咱挑剔的啊，挑剔的，来，挑剔你叫做什么名？杨君祥。杨君祥，杨君祥，好，伊叫做杨君祥。好，来，咱君祥你是倒位的人？台中的西屯区。台中的西屯区吼，西屯区好。西屯区，你是读什么国小的？国安国小。国安国小，你今年几年的？要读高中吗？要读高中啊，要读高中啊。恁西屯区有啥物较特别的？甲咱中华人小解一下。有就有东海大学。东海大学是毋是有一个高等对无？高等，迄个三角形的，三角形，迄个高等哦，还有啥物？太阳饼就好食。太阳饼，恁台中的太阳饼就好食。恁在有哪样第三工，你感觉食到上好食的物件是啥物？中道的较具体的啥物物件？拢就好食。拢就好食。安尼迄个，咱厨房的迄个会足欢喜的，厨房的迄个厨房的迄个火鸡散足欢喜。好，安尼你今日要小解啥物？宝岛的高丽菜饭。宝岛的高丽菜饭。好，咱来大家来听君祥介绍迄个宝岛的高丽菜饭。高丽菜饭甲猪皮。宝岛园一对遮过，古早气味甲味吹，独具宝岛的有鸡。好，君祥，我问你，你明仔是你家己做的？嘿。对。你安怎去调迄个面体？你用啥物软体？天把的天把内底底体爱变质。天把内底底体爱变质对无？对。你讲迄猪皮啊，你敢会当讲伫迄顶面猪皮是倒一块？猪皮，即个猪皮嘛对无？你讲即个宝岛，我会记录来讲过，讲迄个宝岛是安怎是讲北岛？一直讲落尾。你讲咱昨就讲吼，宝岛即摆看字你会叫做北岛、北岛、北岛安尼，毋过其实咱讲以早伊是一个咱讲北部族语，所以伊后壁有迄个引过来，宝岛，即摆第二个我就是讲宝岛，就敢若台中的台语同款。好，来安尼咱呼我声，咱多谢君祥。来，咱后一位，是咱古水的，来古水的。是喜哦，咱这有两个喜哦，来，大家就有希望来来，请问你号做什么名？大新喜。好，请问你住倒位？中华倒位？中华市哦，中华市，你什么国小的？平和国小，你今年几年的？3年的。你3年的，你来遮你敢会感觉学 AI 足困难？袂哦。你来遮你感觉讲上欢喜的代志是啥？困到。困到。是哦，困到，讲真诶。是哦。安尼我问你哦，你这3天啊，第1天啊，第2天，是毋是有基金老师的课对无？有。你基金老师的课啊，你感觉讲学着上实用的是啥 ？AI，AI 会当做啥物代志？会当唱歌，还有无？会当跳舞哦，会当互迄个图，互迄个人跳舞对无？好，安尼你是北中华的人啊，咱即摆是上海的南中华，安尼你来这3天，你敢有搁加较了解咱中华观？唔知，好，袂要紧，安尼来，你今仔要介绍啥？这等于这等的
杨哥吼，杨哥，好来，咱来听咱的新喜来发表伊的迄个作品，咱的顶段的杨哥来，请开始。好，咱拍步啊，好来，咱来特别鼓励咱的新喜吼，咱新喜为2tháng前我会去跑，迄个先开始看伊的成绩，哦，台语啊无啥会晓讲，啊，不过咱来咱会晓讲吼。啊，你等于厝里有甲恁兜的时代讲台语无？有哦。好，啊，你来遮，你感觉讲你的台语有搁较进步无？啊？无啊吼。赶快吼，好，来紧来紧。好，哎，后摆有想要来无？想要来哦，啊，你来快来。啊？人家吹冷气。哦是哦，啊，你感觉讲，咱恁的皮肤啊，甲你伫个教室有啥无共？就是讲，你伫个教室上课，啊，甲来遮参加营有啥无共？无差别。嘛是无差别，敢真正。敢无啥无共的所在？无哦。啊，即几天敢有啥物新的朋友？敢无新的朋友呢？还是讲你原底就有朋友伫遮？听明白？有戏哦，哎，几快了吗？啊，有戏，恁朋友甲你钓的，哈，恁朋友甲你钓的，啊，你要甲有戏讲啥？啊？无吼，无你来讲一个啊，你来讲多谢你即两工。陪我啊，对无？好啦，爱讲感谢一个，爱甲感谢一个啊。哈？有伊感谢，爱看伊，有伊伫咧遐，有伊伫遐。好来，你讲有伊感谢你。有伊感谢你。啊，毋免啊，好来，咱我爱你好啊，你免我爱你。还是你个救命一个？哦，我爱。好，多谢。好，来，好，安尼咱多谢咱的新喜，来拍步啊，感谢。好来哦，啊咱再来，这什么啦？家己出来哦。好来，请问你叫做什么名？夏文金，好，文金，请问你是倒位的人？台中人吼，台中人，啊，你是倒一间国校的？树义国校对吼，树义国校我知，伫咧南区对无？啊，你住伫倒一区？你住南区？还是你住倒一区？你住南区？台中市啊，你住倒一区？嘿啊，啊，你讲你来讲，我住中区。好，中区好，安尼，请问你今仔日要发表什么主题？社头梅啊，吼好，来，好来，咱请文静来发表社头的梅啊。社头梅啊，第一名是大台团购囝，好情舒适，面中行，社头出餐有名声。好，来，啊，咱的梅啊，你敢有去过社头这个所在？你敢有去过遮？有哦，啊你安怎去的？爸爸妈妈塞车去的，还是坐火车去的？爸爸妈妈塞车哦，啊你敢有去买社头梅啊？无哦，啊你来参加这个文化夜宵，你敢会想要后一遍去社头买这个梅啊？买咱社头第一名的梅啊？敢有想要去买咱社头第一名的梅啊？支持一个啊？有，还是无？哈无，袂要紧。安尼，你来遮啊，这3天吼，你敢有交到啥物新的朋友？什么人？什么人？文山甲文荣对无？系啊，你来台中人来熟悉咱，佫熟悉着咱中华的，人个弟也是妹妹。对你来讲。这也是妹妹。
这，你知影讲这，好，啊，你想要甲这讲啥？你看两个这安尼笑眯眯甲你看。啊，无你甲这手咪食吼，来这手咪。好啦，这手咪来，这手咪。来啦，无要紧，我就安尼啊，来这手咪。啊，无爱哦，好，啊无讲这多谢你。来，这多谢你。好来好，安尼咱多谢咱的文青，好来拍婆啊。好，安尼伊即个吼就是咱因为 AI 吼今年还无法度完全读有即个台文，所以阮是用安尼的即个方式，吼啊，这中就是讲写伊的即个零散的即个名去安尼，啊，互每一个囡仔去用 AI 来设即个伊的即个四句，啊，伊会当唱嘛，吼啊，伊嘛会当迄个吼，对，啊，阮是先用 AI 写出来了，伊是华文嘛对无？啊，阮只好佫用台语，佫甲顺过一解。佮用台语顺过一解，吼啊，所以这就是有囡仔实际操作过，啊嘛有囡仔讲上尾伫咧中华有产的即个部分，啊嘛有囡仔做即个顶固的活动，就是讲除了讲伊讲以外，嘛希望讲伊会晓甲即个像讲高丽菜，伊就爱有法度写高丽菜出来，啊就是咱中华有产安尼，互大家去熟悉。好，安尼咱即个发表的活动啊吼。咱今仔日有传这个点心是鱼仔冰吼，是囡仔上期待鱼仔冰好。咱即摆请后壁老师咱甲鱼仔冰发落来互大家。来，咱开始啊免紧张吼，这2、3工，因足认真咧做的吼。来比啊！啊来，委员伫遮吼，一定委员伫遮。毋是伊的手点，等下伊即个会出来吼。好，我是拍瑞。今仔日我要来介绍，我亲手画绘本，就这上水的2工。先把我的来。有一天，我在上体育课的时阵，老师叫阮走运动场，但是我走到一半煞滑倒。原来是骹头有流血啊！我就去找体育老师，讲要去健康中心。放学了后又搁足疼，所以我就去外科诊所，医生甲我讲，因为骹头袂遐物变好，所以你毋通走脚跳。虽然1个月了已经好啊，但是流三个就歹。3个气就歹。早知我莫走遐物紧，无莫走遐物紧就袂受伤啊。后一摆我一定会细致。阮第二个代志是，阮兜附近有一个公园，我常常来遮佚佗，所以第二个代志就是遮发生的。有一天，我含朋友来去拍球，伊遮大搭等过来。无想到接球的时阵，竟然一手给我枕头买知影竟然真着，我倒手的买知影毋呐，我倒手的买知影，歹势，我毋是讲恁安尼，恁拢是安尼第一点的，我是讲我会买知影，毋呐顶搁乌青，我感觉足无爽快。所以去看中医，医生甲我一直甲我揪我的枕头啊，我听甲哀哀叫，但是伊讲安尼才会较紧好，所以大家天有不测风云，意外是发生咯，毋知。俗语讲，欢喜嘛一天，烦恼嘛一天，最后天使大家
卖悲观，爱乐观，欢欢喜喜过日子。我的绘本就讲到这，多谢你们。来，水暗先提起来，咱后要录影。该都小壁虎。有啦，我弄在录影。哎，这还是最怕被你。来，你这个较避暑，所以会较细声一点嘛吼。来。我是阿丽。我要讲的故事是小心的暗暝。那比小心啊。有一天，小心一对到厝就咧看电视，小花呀，如果即摆都咧当精彩的传起来，紧去困，安尼我来食物件好啊，紧去。结果阿母发现，好，阿母讲安那？紧去。紧去困啦，对无？好，过来。讲袂牢，然我来偷偷看卖阿母在创啥。结果咧，阿母咧创啥？好，伊竟然咧偷偷看电视。吼，讲家己叫人莫看电视，家己咧偷看，对无？好，过来。来摕一罐物件食。哦，无互去人看着。无人看到哦，偷偷啊食的哦。好食，不过伊欢喜甲上早，敢若会当乖乖啊困，不过足无聊的。无来耍小葵好啊。小葵是啥物人？他的妹妹。小葵是妹妹啊。好，过来。袂歹呢，正当就是安尼。像有代表冠了我，冠短了是演员新之助。哦。来，等一下吼，我讲有要加码对无？那拄仔来，人爱会记你讲伊是啥物人哦。无阮人捌你，敢若捌恁的绘本的主角尔吼。阿妹啊，你讲你啥物人？大家好，我是魏和天。哦。今仔日我的故事是保姆甲和天坐游轮去佚佗。好，迄是啥物人啊？保姆诶，嘛是你哦，毋是你，伊是你的好朋友对无？好，来变过，互大家看。嘿，好，来开始，对伊来佚佗哦。你要甲我喷水哦呢？今仔日是摆是，阮真早就起床啊。起床要去倒？咱赶紧坐车去码头。去码头要创啥？到位了后。啊，你无坐船啊，就到位啊。去码头坐船啊，对无？啊，过来。坐车去码头。哦，坐车去码头。坐车去码头。好。到位了后，已经半暝啊。阮买票了后。买票了后。买票了后，去游轮啊！耶，咱到啊！我跟保姆大声喊。咱要紧要创啥？变钓要钓鱼啊遐。咱拍着钓鱼。
嘿嘿嘿，钓到一尾比鳞鱼，有无？有哦，啊，过来咧。鱼啊，真好食。比鳞鱼敢下去哦？来，啊，过来。安。啊，你有看到过？安安啦，有看到过？来，真水的。哎呦，真水的天星甲月亮呀，还是美人鱼变伫顶头。天星来，互大家看，你画天星甲月亮。天星跟月亮，真水的。哦，不水。再画。咦，是啥啊？我讲，进来看卖的。伊想要耍的，对啊。伊这个有第二集啊，所以离完。因为这有铺排。嘿，有铺排，伊个有第二集，嘿，可能第二集就提出下要搁来一款。好，来谢大家。大家好啊！会哪咧？你爱过来哦，下昼时啊无过来看。你是啥？我是人。嘿，见着。我是见着。嘿，好来开始哦。你今仔要分享的是啥物绘本？家己亲手画。我是要100块。伊是要100块，有人要现付互伊无？较先讲。有一天要创啥？有一天我是看电视。哦，电视又咧讲啥？电视咧讲着伊讲啥？跳绳啊，安那？买一条送一条，啊，偌济钱？100块。啊，你敢有？无，去找出来啊，看倒有100块。好，来，过来，伊去倒找？去面堂骹找，敢有？找无对无？好，过来，搁去倒找？月经啊，哎，来你家己讲，你去倒找100块？月经啊，敢有人拿100块？无啊。大家迄阵仔衫拢摕起来，要哪有钱来无？过来，搁去倒找？去找阿祖，你家己做啥物？你家啉茶啊遐，啊结果敢有100块？无你爱讲啊？无，好，过来，阿祖遐找无，你搁去倒？去电视的倒位？后壁，嘿，电视后壁去找100块对无？啊有无？无，啊过来咧，搁去倒找？车店。哈？车店。哦，去车店找，结果咧，嘛无，哦，这100块哪足歹找？啊，搁去倒找？自流廊溜滑梯，伊讲溜滑梯啦，啊，溜滑梯台语咱大家较袂晓讲，叫做。自流廊，哎，有找到无？嘛是无，有够可怜，无我规日我互你，好无？来咧，结果咧，有足失望的吼，啊只好转去，啊伫倒有看到？门骹口有看到100块，来，啊过来咧。买着跳绳啊。下当买着跳绳啊，对无？啊你有耶无？你袂记你耶哦，来你耶者。耶。我较欢喜咧。好，来，安尼。啊，你无讲啥？多谢。好。大家问安一下。问。你是啥？我是李。好。我今仔日要分享的绘本是。
首席伫倒位？哦，伊要找首席啦。哦，首席要创啥？来，演开，你画哦。我咧看电视，看了我想要出去耍。啊，结果咧，有当啊耍袂？去耍的是你感觉外口天气好无？会使你去外口耍对无？对。好，过来。要开车主要用的啥物？要开车的是找无首席。要开车。找足久的。啊，要倒找？去碰伊遐找。结果咧？嘛找无，竟然找着100块。妹妹，你的100块伫遮啦！妹妹，你的100块伫放衣卡啦！啊，结果嘛袂歹，锁匙无去啊，结果就100块。啊来咧，过来继续。搁去眠床骹找，嘛找无。哇，有够衰！过来咧，去倒找？搁去花仔遮找。花盆啊？哦，有找着啥物？竟然找着阿母的手指。阿母的手指你互找着啦，捡着阿母的手指哦，你看。啊，过来咧。我去车骹找，看到啥？找无，竟然看到一盆菜。看到一盆菜，哦，有够凄惨的啦。啊，结果咧，继续找啊，锁匙继续找。我想讲莫找啊，就煞去啦，对无？莫出去耍就好啊。嘿，伊安尼了，人伊话安尼，煞去啦。过来咧。我毋知要创啥物。手插伫倒位？我手插伫落地啊。结果咧？结果锁匙伫落地啊落。啊，你有安那无？耶！哎，你敢免会共阮买啊？结局拢是大喜剧，耶！找着会当去耍啊，对无？好，来。好。要大声的。有以前我要讲的故事是歹人甲好人。歹人甲好人，安怎分？我食碰，什么声音？什么声？碰碰，什么声音？所有的人都死啊！耶！迄人伊话，过来。好人台，歹人台。它后面有三个铁的。拢挑戏啦。蹦，哎呦，险啊蹦着我的脚。所有的人都死啊！43遍，43遍。伊心中有好人台，好人台，歹人台，啊结果耶！多谢大家。哦，咱以后拢是起来讲啊。大家好，来安静哦。各位告诉我要做烘焙师，你要做烘焙师。伊要做，伊要学放讲，伊要去买鸡卵，过来，还搁买啥物？牛奶甲，哎对。啥物出来啊？青，彩虹就是青。
伊做两零酥呢，咱是两零酥，最多伊做袂两零酥的。嘿。哦，人家排甲热热肠哦，生意真好哦。是我去做东西。我刚以为那是我。好，囡仔真厉害吼，伊拢会晓讲台语啊。多谢大家吼。来，你的。阮兜。喂。我搬出来，阮搬厝啊，住伫迄个北庄哦。哦，北庄内底有饲这只兔啊吼。哎，你们两个拜托。这是我阿母。哎，因阿母。哪一个是我？真水水。这是我。这是我。哦，好水哦。再来。爸爸在请。还再来嘞。为什么啊？做一粒卵？狗仔生卵哦，是安怎狗仔会生卵？是安怎来讲看卖？啊，是安怎？真奇怪对无？有奇怪无？有奇怪，我嘛足奇怪。啊，再来嘞。来，搁剩一件对无？咱甲讲看。有够厉害，咱拢学讲台语呢。哦，咱遮个小老师哦，拢足认真的咧甲遮个囡仔教讲台语。啊，所以平时啊，恁就爱伫厝诶，加减讲台语，好无？来，过来继续。伊大声奇怪，因兜内底有一个人，真白，真白白。山羊啊，叫，哎，过来。因看到真正有一个人惊一跳，山羊状，真奇怪，狗仔佫会生卵吼，好，过来。哦，爬到山顶是去看风景对无？因为有爬去山顶才看会到较水的风景，吼，好，真好，来，过来嘞。哦，多谢大家哈，来，家己点。你爱听咧啊？你叫什么名啊？不能把你啊。你讲啊，你什么名？我自己修游泳。叫做衣襟，衣襟是你。哦，过来，开始讲，你今仔要画，你画什么？画什么？兔仔的城市哦。哦，兔仔的城市哦，啊无大人，无大人，啊无拢兔仔，啊过来咧。哦，一直就好足烦恼啊。过来咧，落足久的，结果即摆哪？无雨啊，对无？我看到什么出来啊？有看到什么？来，恁大家有看到无？伊什么出来啊？哎，日头出来啊，对无？抓落去，佮什么佮出来啊？彩虹是什么？
有人也讲彩虹无？对，来你讲一遍，轻。伊用走的哦。头甲面变什么色的？来，大家讲看卖，伊头甲变什么色的？红色对无？好，再来咧。头甲面红记记吼，对无？是你哦。啊，是土啊，对无？是啥物人过来？令五，你也讲日语哦。令五是啥物啊？红果。红果足水的，爱食哩袂？会袂？阮兜的会食哩，你话这袂食哩？好，过来。要看啥物？天顶的圆圆的是啥？月亮。要看月亮，过来咧。足大粒的。我想食一喙啊。想食一喙。土仔食一喙。叫头食的啊。伊讲啥？土仔伊讲啥？好食，当然嘛好食。过来咧。这个是啥物啊？冰淇淋是啥物？有人知影冰淇淋要安怎讲？冰淇淋。我总毋知影国语是冰淇淋。冰淇淋台语安怎讲？毋是冰淇淋哦。哦，你这英语的。咱一般通常拢讲蚵仔冰。冰淇淋就是，因为较早伊干那一个口味，干那蚵仔做，拢统称蚵仔冰。是即摆慢慢啊，有啥物红豆的啦、牛奶的啦、黄来的，吼，好，再来，无爱啊，你的蚵仔冰食完来哦，好来，你袂多谢大家，你无惊咧？叫就100块无？你行咧路倒仔口有100块无？我是你什么人？哦是哦，歹势。好来，你讲，开始。我的这个意思是我有机会，我这个意思是我有机会就这第3期。我要做法，我们要设计，要材料。来啊！我到边。跟你来。同边啊，好来。一个就好。来，你甲蚵仔摕起来，你内底画啥物？头一页画做啥物？哦，海底哦，你敢知影啥物是海底？对，啊，啥物是海岸？金鱼。哎呦，大家爸母拢足够吼。来，好，继续。继续讲。我嘛做紧张嘞，我老乖呀，我老乖，是上较紧张。知道。那我就。有看到较可哦，章鱼哦，是不是？你这条是啥？给我一片。哦，是水母哦。哦，歹势，有眼不识太眼。好，来，再来。这是啥？要不要做一个色？你想？啊？海草。哦，海草。哦。再来。还有啥？这个用喊的。真无聊，什么人真无聊？伫海底足无聊的对无？好，再来咧。海梯就是水母啦，好，再来。好食，上食去。哦，菇哦，菇食海梯哦，好。
好，去海边啊转来，对无？好，有足忝的无？袂吼，有没有累？去海边玩会不会累？袂。好，安尼来，请大鞠躬，落台听好，好，来，大家好啊，我是谁？大家好，我是吴秀秀。你平时在哪里合作？我做美容在听有影。有影。你想要理解知道对？这是两个咧对话吼，马仔甲山羊吼，山羊啊。有啊，要理解知道听有影，就热。明白要说。上热，再较凉，两个热大。我要来的，阿母，有听我讲你来的。哦，安尼就是一个伯妹妹一个你安尼吼。好来。好，安尼，来，安尼咱是不是？你讲要卖碗啦，啊坐2点钟，1点钟啊，嘿，啊然后我就坐了后话安尼，贵宾，啊然后佮讲，老师我要甲你画我的了画啊，我讲你袂使甲我画了画，你一定要甲我画足水的，目睭要较大蕊啊，啊伊佮甲我一个5点甲我画出来，你甲听看看，嘿，我也佮甲吸涂骹，你知？你知你吸涂骹你创啥无？混去。好来，老师袂使算。来，叫咱倒进食，你莫安尼，你要来乱的哦。来，你倒去，啊，你买。伊哦，真爱甲我讲喙鼓的啦，哦，叫伊讲，等伊拢要同我往西吼。来，紧嘞，倒一个来，3、2、1，哎呀，阿公，来请倒去，毋是你的礼物，你安尼替伊咧做主。来，你互伊家己选，囡仔介意啥摕啥，哦，囡仔甲大人无共，囡仔是伊选伊介意的，哦，好来，咱食，来，你食个讲，来，咱食一个，来，咱一个人吼，这个图仔毋免摕出来，哦，来。老师，你后壁要看你的回顾，好吧？然后，来，咱来，然后，安尼打的哈，来好，来站，来，第二个来，伊是70个以上啊，60个以上呢，两个举手一个，我看两个，来你几个？你几个？62，你嘞？63，然后来63你较济，来，君鸿你唔摕2名，君鸿你会切啦，来，什么人？什么名？妹。等一下，是安怎你两个来教我？哈？什么名？依安，对吧？来，随便依安，依安。我去啊，是啊，好来，你去选一个礼物，你要爱啥？选你介意。然后来，赶快来，然后自己搞作业，奏乐起来，然后来，后一个来，换你，哪有人偷我的啦？哦，来我叫唔对啦，来，什么名？
万年来，万年伫遮来，互你家己选一项。啊，对，咱的点心台啊有冰啦，囡仔会使食大人去无？大人咁，等一下，看讲。来，安尼再来。我唔知影。不是，先查先拿。我都无开啊。来，3、2、1，时间到，来写选，要迄个吼，背着甲起来，然后来拿球是啊，哦，伊拿球拢袂歹哦，袂歹拿球。安尼，然后来拿球，来奏乐。50个以上的，50以上的，一个，两个，来，你几个？53，你嘞？啊，后壁迄个嘞？你几个？53，好来，安尼55上济，这边有无？来，啊，伊几个？几个？你几个囡仔？比56，来，啊，还有比56较济无？有比56还多的吗？很好，来56的来，56的。哦，伊较济，好来。来，你啥物名？千瑞。哎，是啊。来，啊，你要啥物礼物？家己选。好来，装品，装品，装品，哎，来，来，再来55对无？啊来，啥物名？来，选一下。哦，伊是想讲即个篮球会足便宜哦，无加在啊，足伫个。好来，来，有啊，好，来，再来53对无？来，啥物人53？来，你啊，先来一个。先来对吧？好来，你选一个。来5、4、3、2、1，好来。来啊！你先摸，来。啊，好来。哎，52有吗？52。还有50以上的，50个以上的有无？来，你几个？几个 ？Hello， 几个？啊？无，我讲50以上，50个以上的还有吗？无啊吼。来，40以上的，40以上，来你几个？你几个？41，你嘞？46，啊，46较济，来有没有比46还多的？啊，无来，来啥物名啊？搁一个练，啊，教练对无？好来，你选啥？你好，介绍，这是一个，唔知影，知影。好，你去看妈妈是你咧选的啊，来，来，啊那还是我爱，要搁换一个，啊，这个哈，然后来，等下再用这个来。好来，搁来，后壁换伊来，
来，伊是眼睛对吧？是不是眼睛？文经。文经，这只，好来，你要算啥？改天，对啦。纯净的哈，对选。来，大笔。对啊，伊爱画图，提老笔跟你上。来，来这边。好，来，这个40个以上，40个以上的举手。有吧？40以上。没有了，刚刚就是40以上了。哦，刚刚就40了，好，30以上，30以上。好，来，你几个？你几个？39。啊，你几个？你几个？39。啊，你几个？35。你嘞？啊好，安尼你上济，来，什么名？英杰，下来不是上。球踢啊，球伤我啦，球已经向踢去啊，剩遮尔。在这边，这，然后来，来看头前，到尾是嘛？来，然后来38，什么人？38的。回你，来回你，去三个一个。不一样，杯子。来。好，再来，往下面来。36，来，30啦，小点。来，小点来，紧。来，高一个强。还是要这样啦。然后啦，可以。来。好啦，好你啊你直接摕到就好来哦，啊，好来，再来，啥物人？好来，先来，你来，剩2汤算哦。来，要倒一项。啊好啦。好。来升华，哎呀，升华真可惜吼，因为呢，伊图仔无摕来，伊无法度算我的几个，伊的图仔无摕来，来升华，升华一道，你的图仔无去，所以呢，你最后一个，但是被阿爸来，也不错，对不对？好，来，伊吼拢唔食到，来看他做，来，好，安尼吼，因为咱今仔日4点就结束啊，对不对？咱等下吼，搁放咱的迄个影片吼，大家看咱这对的影片。啊，然后伊今仔日的点心是冰啦，吼鸡仔冰，吼咱等者会使哪食，鸡仔冰，吼。若要看咱的作品的人，会使来遮看者。咱的每一个人的作品吼，会记你家己的作品会使炸落去。恁的作品会使家己炸落去，过来就是你家己的物件，自己的东西一定要带走，家己的物件来收嘞，自己的东西先收一收。来，家己的册会使摕转去，自己的衣服可以，自己的作品家己的绘本会使家己摕转去。好，过来，小朋友。来上，这边来。
人上面来的？谁送你们来的？啊，人。来，跟爸爸妈妈讲多谢，来一起来多谢。好，来，家己所在爱清哦，清气哦。来，给他一人一颗，一个人。嘿，嘛拢有，伊这遮尔济，来，大家拢分，大家拢分。但，嘿，来食点心吼，大家拢有，伊应该有拢加有传吼，有加传。嘿。来，啊，你都过来，我们家己食安尼。嘿。大家混合开始发布指令，好，开始。啊吼，大家比了解讲，原来这种运动的台语安尼讲，也是讲有一寡什么物件伊的台语安怎讲，所以我就邀请这位老师咧来教大家用 AI 形成一寡物件。好，头前先来就要互大家来看一下，因这几天到底有做什么款的作品哦，嘿，对。好。对哦，咱每一个囡仔伊拢有设计家己啊吼，譬如讲，亲像乌温啊，伊就做这个北挂山大佛，佮教囡仔讲 AI 嘛当形成这个网架，对哦。啊，为什么这个我都叮当你敢知？因为吼，咱的 AI 啊，伊会去注意到这是囡仔，啊，因为伊想要形成迄个树，这是伊的创意，毋过迄个树伊无都甲变做动物的，对。好，譬如讲，伊可当形成安尼一道片。咱的白海豚，大家叫做妈祖鱼哦。咱会当甲大家讲一下为什么叫做妈祖鱼。好，个人家己设计做皇帝，迄嘛真古锥。好，个有蛋骨鸡，好，个有这个德章书衣。小公鸡，好，啊，这是这个细田虾头，这是咱讲会相对不会起来。嘿，这个是囡仔的这几天啊，会利用这个时间搞我新鲜的物件。好，啊，当然这个物件呢，最后咱的家长敢会当摕到这个影片，会使。囡仔的作品顶悬呢有一张刀仔算，刀仔算顶悬有 QR code， 你会当扫迄个 QR code 去看迄个影片。好，对。食物的那个吼，我后间还个，我会甲放入这个云端顶悬，啊，你会当家己做。好，再来呢，咱有就是囡仔咧，伊嘛搁用伊所做的所在，啊，用 AI 唱歌。好，啊，毋过咧，恁感觉 AI 唱台语敢会标准？嘿，目前的科技还袂发达到遐，所以有唱一寡所在吼，无遐尔啊好势。啊，毋过咧，大家会当听看卖。嘿，哦，无甲全部啦。好，不过咧 AI 嘛当写家己歌哦。听迄个前奏都是用家己歌来去靠。晒还变晒，我靠谁听？好，时到咧，这个物件我嘛会甲放入咧，这个云端内底，咱家长嘛会当去听。好，再来咧，譬如讲毛这，伊咧写鹿港的提条桥。因为咱的歌曲较济，所以我会就是放一段一段互大家听。譬如讲，吼，这个唱了有标准啊吼。好，再来咧，那刚刚这俩吼，譬如讲嘛有人用这，这个最后这个听起来较轻快一点。
好，咱来听其中声。唔知你唱啥吼？对，因为这吼就是代表这个 AI 都无够跳。再来咧，冇人声济哦。哦，你讲要高不等。伊咧讲这个回弹的原因。你看，我望在出啥出 KTV 的款好无？系啊，我见如果这嘛代表这是一种，就是 AI 想袂到 AI 嘛，到台湾会当接受台语的物件。好，再来咧，冇人做这个鹿港古街。哦，这个真好听哦，囡仔认真讲，这个真好听。咱来听看嘛。这个是啥人的作品啊？是本土的作品对。哈？高沙味吼对啊。这个听起来有较秀，有较健康哦。这个听起来有较标准哦，有较厉害。好，再来阮的伊来唱这个北港山大佛啊，咱来听看北港山大佛安怎唱。啊，囡仔这歌词安怎来的？其实囡仔这是用 AI 去生成一段歌词。这个伊讲唱华语的。唔讲哦，要个变台语哦。我个怎么变台语？快变台语啊！嘿，对，所以其实 AI 有时阵就是无遐尔啊跳，有可能啊，对啊。譬如讲天鹅伊伫写即个倒当书意，咱来听看。哦，这听起来就有这个书意的高沙味的气氛。哦，这听起来就亲像一个伫这个足清幽的所在听到的感觉。吼，像这当地嘛当试看卖咧。啊，像阿静的是这个龙山寺的鹿港龙山寺这个乐歌，不过咧，伊的龙山寺啊，唱袂出来的款，所以听着拢感觉怪怪。哎，这个阿静，你甲看做是鹿港妈祖前迄条歌吼，阿静甲看唔对，不要紧，我去甲改过。咱的武号咧，伊是写即个一元古厝，毋过我有听伊即个歌曲的即个风格啊，style哦，佮还佫袂歹。这咱个韩国团体嘛。听起来袂歹哦，所以买单做较做有趣味的。嘿，伊的台语嘛算较足准确的，对。嘿。啊，你无说你甲你用对，好，安尼我下个处理。好，啊，天神啊，伊是写即个线西有即个阮仔鱼港。哦，这听起来就较平静，亲像米哥共款安尼，因为伫咧海边啊嘛。
哦，还个听起来就是儿歌的，对。后来啊，这个嘉文啊，伊是这个福报湿地，来大家看嘛。伫倒位啊？遮。红树林啊，伊就袂晓唱。哦，啊，这条就有较准啦，吼，这一句就有较准。好，啊，这其实啊，就是囡仔即几工啊，伊若用 AI 生成较带咱阿爸母拢看到伊的作品内底迄个人物，啊，迄个所在的口白的图，啊，家己合做伙以外，啊嘛有生成遮的歌曲，所以其实囡仔因拢有学着会当用啥物物件来做 AI 啊。好，说落来咧，咱的时间啊。就要请咱的囡仔兄囡仔姊来说好吧啊！目睭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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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目睭。好，来，来，今晚呢，我要请囡仔兄囡仔姊去带恁的阿爸母，咱做伙来耍这个物件。不要紧。好。你的班长是做，你家己是做。来，你若是阿爸母无来，你就家己一个人是做甲其他的人做。好，好来，你来看车哦。好来，3、2、8啊！高高收落。好，来，囡仔兄囡仔姊，咱较早有耍过即个物件，即个就是囡仔伊所做的一个即个游戏的画面，啊，这是一个桌仔耍，但是咱的囡仔兄囡仔姊会带咱的阿爸母做伙耍哦，啊看，什么人上厉害，大身位起点到终点。好，即摆时间就到，互咱的囡仔兄甲囡仔姊。哥哥姐姐，咱的子孙姐姐、同学姐姐，还有勇士哥哥啊，麻烦恁多一人一组，啊，家己斗相共咯。好，来，咱们开始啊！好。
今仔是讲台语。在。往来所队有在无？在。好。你敢会晓拍电脑？我当然会晓。干嘛呢？我来唱互你听。阿公拍电脑。我就做阿公骑车买四架零东西，坐过餐馆边，坐过山地，就是因为安尼，嘛，互我开始介意骑车马。拄开始，阿公教我安全无伫咧，手环啊看咧，路就爱看好势，路就爱看好势。谁知影，我一个无做字，定定人家骑马车不过我到。
影生啊！伊的里头看播出来探讨话啦。你看，这部分会调咧小 M， 好过人啊的，不三时就真老咧。这安那，做伫困边的白灵机，大家乖乖啊，登来倒海棠，顺续食酒啊。白灵机，吃困哩，吃到未啊甜，挂一桌，捡着两世钱，一生要拼送大姨，一生拼好过年。咱是遐个字叫草的，草迷蒙。哦，这是古代字啦。虽然有名，但我袂管是有歌好，唱好朋友通讲方的有哩，阮煞管介意着即个所在。伫市的日月凉亭仔边，有两台吊镜，会当互人看水放地去。我看到头前有一两百只的红脚，伫水里行来行去。伊生做热下下，也拢那亲像咧食巧咧，有够欣赏。想袂到听来福报那么地，会当看到遮尔多好耍的物件。啊，拜托，咱爱好好啊，保护这片美丽的海平，互海风比较吹，海鸟比较飞。天地尾是一项快乐搁袂费时间的运动。大家若是有闲，会当甲阮共款，车底尾来福报那么地，这美丽的风景绝对互恁养庭仔花嘛无地吹。养庭仔花嘛无地吹。阮的故事就讲到遮，听好，听咧，多谢大家。老师各位同学囡仔，多。这个活动就是为关键细汉种细汉，我有一直上课啊，经营第一啊，要先经营当参加。啊，感谢金小老师，甲阮囝参加。毋是叫乖吼，就无歹势，差不多参加登记。这种有一寡好些安排的故事，啊，伊讲啊，我直接来咱无看。嘿啊，表示咱咱这网络机去应付的应介意啦，介意吼。嘿啊，真感谢吼，你来啦。嘿吼，咱即摆都有考120个名头体吼文化，会使搁再补介意。这边来100因为吼，老师是自阮小咧办迄个演讲的时阵，拢伫咧拢咧搞大即阵啊，注意听无因两个，加因两个名无细哦细汉讲做吼。你讲一个咯，你刚刚你囝有来听无？你少年较凉咯，然后较少讲。感谢我这个机会吼，然后这个内容吼，从中咧全部接受我来参加，嘿，我嘛唔在迄个。这次吼，伊是差不多这是嗰個講逼電話到第二吼，所以現在講講講吼，這樣做，這樣嘛是咧講，有啦，伊會用，但是會用很好，早期係會用的啦，現在就是對啦對啦，這個謝謝，來，我係講。就是咧讲伊查某囝，来，爱咧生查某囝。大家好，我感谢，先感谢金老师吼，还有工作人员跟小老师吼，就是参加吼，就大家在
将问讲较济啦，讲借这个机会吼，互因加接触我台语吼。他们回来的时候吼，当然就讲那往来，那讲加讲台语，嘿，就要先回馈啊吼，讲我们也来讲多讲一点台语啊呢，嘿，我感觉让他们有一个机会来接触吼，跟那个台语跟那个亲戚安尼啦，嘿，很不错安尼啦，嘿，也是嘛，感谢大家嘿，就是大家现在是跟结婚啦吼，嘿，谢谢。刚才第一单，今仔日都完全无共款吼。第一单大家拢啊，这个研究啊，是文学的啊。谢谢金色老师啊，女儿来讲的啊，就刚刚也来家说，来家马上欢喜的啦，马上你们小光哥要过来介绍小孩的，啊，刚刚伊来去马上都，刚刚这个我啊，同对啊，阿公啊，阿公阿妈要甲伊讲来去啊，讲无几句诶，袂听啊，用着嘿啊，来这嘛是在有个加有较新步一步啊嘿。用出去用是啦，我态度讲是大家我好来啊，各位，即摆是咱2026年文化营的成果展演，咱表演就要开始哦，大家捧声开话。大声的歌，咱来做伙唱，好不好？好。来开始。一天过了又一天，幸福无说转转身，早起爬啊面洗衫被，好时好啊去，还有做完身。
问甲咱颁奖一下哦吼。一两三四三两字，一两三四五四三两字。好，再来。一斤头啊！一斤头啊！头啊！变大变变正气无阿头，两斤头啊！两斤头啊！变大变正一只虎啊！三斤头啊！三斤头啊！变大变正鸟儿啊！四斤头啊！四斤头啊！变大变正红金啊！六斤头啊！六斤头啊！变大变正大虎啊！咱的话句，好。讲咱的故事，用咱的母语，咱的母语，唱咱的歌声，用咱的本领，咱的本领。哎呦，不好听。咱的文字来个，练咱的。阮就是白骨仔队，阮嘛是白骨仔队，雄雄那老队，推推，橡皮树啊顶风吹，橡皮草啊草边吹，人人拢叫阮是白骨仔队。哎，这个台湾那个歌歌。顶塔，看到人家也相拍，太无吧？我头不是安那搭，做阵来去爬顶塔，顶塔顶通相压，通相压。哎，你们无聊？不会，真的啊，好啦，一句一句哦，好啦。你自己的，你有的话，你就来到台语园区，来到台语园区，做伙来讲台语，做伙来讲台语，用台语唱歌，用台语唱歌，用双手卡，用双手卡落，实在真正趣味。实在真正趣味。我你咪跟走去边个啊？你敢知？好啦，来到台语园区，来到台语园区。哎，但是我哪会跟你这换装不好，那我们就到这里就好。来到台语园区，来到台语园区，做伙来讲台语，做伙来讲台语，用台语唱歌，用台语一套，实在真正趣味。用台语唱歌，用台语唱歌，实在真正趣味。啦啦啦啦啦，你就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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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发现这款是啥个？来到台语园区，来到台语园区，做伙来讲台语，做伙来讲台语，用台语唱歌，用台语唱歌，用双手卡，用双手卡落，实在真正趣味。实在真正趣味。我你咪跟走去边个啊？你敢知？好啦，来到台语园区，来到台语园区。哎，但是我哪会跟你这换装不好，那我们就到这里就好。来到台语园区，来到台语园区，做伙来讲台语，做伙来讲台语，用台语唱歌，用台语一套，实在真正趣味。用台语唱歌，用台语唱歌，实在真正趣味。啦啦啦啦啦，你就来。啦啦啦啦啦，你就来。
我若票互你，两张票偌济，哎哟，两张票2尾，1尾煮来食，1尾高目睭，2尾。我甲老师记录一个。好来，好过来哟吼，白开心，秋秋秋秋秋，我若票互你，秋秋秋秋秋。票互你，两张票偌济，哎哟，两张票4尾，2尾煮来食，2尾煮来食。去边啊？刚才那个歌很好看哈，我呀，到边来哈，过来哦哈，我们会越来越快的哦。啊，袂使车，袂使走了哈，预备开始，秋秋秋秋秋，我若票你，秋秋秋秋秋，我若票你，两张票偌济，哎哟，两张票5尾。1尾煮来食，1尾高目睭睭。可以，好，预备哦，来，继续来吼，预备开始，秋秋秋秋秋，我若票你，秋秋秋秋秋，我若票你，两张票偌济，哎哟，两张票贵到。幸福我生，转世，早起又在生三岁，好喜爱你，好难，你们要抖要抖。哦，这个礼拜哦，前4人就是搞。后来跳舞。后来都高兴起来了。